大学学历测验今仔日是最后一天，这是考数学比甲社会科，有9万外的学生来考试。早起第一科就是数学比，有真侪自然组的学生是讲这题目是真简单，也那高中的老师是讲，甲旧年相比，有影是有较刁难无毋对，这学生的分数可能会比旧年较悬。学测第3天，全台大降温，北部的考生有真侪人穿真高、穿好少，微微囡仔刮喙暗，更有人早有小包。裤子变刷毛了，对，因为今天比较冷，所以说也会怕说，等一下如果要考试的话，可能会被温度影响，对，所以说今天还是有增加一些保暖的，然后有可能有暖包什么之类的。今天冷的话，就穿比较多，就没什么问题。入去考试场之前，搁再留一个，希望第一科的数学比会当考好。也数学比虽然是社会组的数学，大考中心统计有99000多人选考，自然组的考生看起来是轻轻松松。也搁有人讲，有同学因为变天，直接伫厝的困，无爱考啊。蛮多同学都是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就是起床的时候想说，哇，今天的天气很适合待在被窝里面，所以就决定说，那今天就不要来，就是有个参与感吧，这样，因为我也是不用看社会跟数比，对。数学比9点20开始考，考完60分钟就当离开考试场，时间一个到，未少自然组的考生提早到岗。就还蛮简单的，没有很认真写完。啊，你没有？你为什么？因为本来没有很想考，但老师说就报一报，说不定会用到。自然组的考生选考数学比是初试，结果今年数学比其中一条，就以某一间学校高三学生报考做题目落去算比例。高中老师分析讲，数学比的题目比较旧年较简单，符合冷讲，按算分数会比旧年更较悬。记者台北报道。